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这边。豪进来现在很顺了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抱歉，耽误你看比赛了。哪里，顾总的客人，我肯定要招待好的。比赛来到10分钟处。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，下一波团战谁赢了就拿黑豹，甚至有可能一波。双方的站位我们看见红色方只能收缩防守，在野区内现在想打一波2塔，经济手里是有闪有大的。现在全看今天的东皇了，只要开得好，那么拿下比赛是非常轻松的。现在全员往红色方2塔集结，来势汹汹，期待一下。闪现吸入貂蝉，6个伤害，算上拿到第1个人头，花满也被击杀，下去还在输出，李白摇倒，张飞跑不了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4连超反，团灭了！我的天！东皇这一吸漂亮，吸到了貂蝉，换掉了核心 C 位，血赚。东皇太一是乔晶晶，是啊，我们的代言人。他这首东皇可以的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来，注意一下兵线，埋伏一下，埋伏一下。集合了，有想法。来，等一下，我闪现还有5秒。看起来郝一来好像想要进入比赛了，比赛中2草齐了，准备进攻。就这波兵线，东皇开奔狼，上去就吸，吸谁都行。好。是的，晶晶硬了，当先奔狼开起来，正面上又要有闪现公孙离，吸到了，来发子弹吗？满足你。Legendary， 一枪拿下人头，接着冲，这时候李白可点杀那个直奔上来杀打不出来，这李白1个人了这一波，伤害被分摊跟不上，一枪点掉，自杀下血，漂亮！来，点塔，打了对方一波团灭，完美的配合，东皇太一的开团用3场伤害全部打爆，下路兵线来到高地，一波推掉，带到水晶。整场比赛从开团到内的都实在太完美了，点掉水晶之后，让我们一起恭喜好运来！可以啊。